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29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今马马华风台离咱台湾是愈来愈远，提醒民众暂时唔通去海边啊。昨昏有2个民众去宜兰情人湾遐行搭，结合海洋假期，其中一个查甫是家己爬上岸，因另外一个13岁姓刘的查某囡仔，到今是要下落不明。海巡人员今仔日早起7点半，佮甲消防人员等人继续伫咧搜救。阿嬷在等你，有没有听到啦？阿嬷伫海边啊一直喊，希望查某孙赶紧转来。虽然风影正大，搜救人员也是继续找人。宜兰所有的景点情人湾，28早起发生一对男女和长颈降落去海底意外。25岁姓张的查甫人家己爬上岸化救人，13岁读高中1年的姓刘的少女无看的人。他说他有先上来，他只是来不及救，因为那时候海已经要过来，然后他又被拉走。姓刘的少女透过交友软体熟悉姓张的查甫人，无想到讲第一遍见面，小就去看海就发生意外。第二发生迄天，阿嬷一透早就出去摆摊。查某孙自细汉就是伊请向的，心内正着急，希望赶紧找到人。还有5个那个同学同班的同学要来4号玩，伊早甲讲安尼尔。啊，你知影伊3、4点要出门，这你知影无？我唔知，我去做生意，我3点我就出来啊。哦。啊，我出来他还在睡觉啊。因为马华风台愈来愈晚，因有到4、5公尺悬，无适合用救生艇出海找人，所以用空拍机高配合渔船扩大范围找人。经了解，本案系一对男女网友相约前往海滩游玩，过程中不慎双双落海。其中张姓男子事后获救并报警求助，另一名柳姓女子目前尚未寻获。我们另外有请渔业电台广播通知作业渔船协助搜索失联的民众。双方自熟悉到出去耍这段期间，少女是不是遭到胁迫或者是诱拐，是警方进一步调查的重点。警方伫咧新闻了，将这个查甫人依照涉及虐幼罪，函上宜兰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有被新北市义消分队的队员昨昏去花莲河仁海边的山坪做吊竿的训练，其中有一个队员伊无细字摔落来，正脚断去。空勤总队派乌鹰直升机救人，伫下晡4点外左右送病院治疗。空勤总队花莲驻地勤务第1大队昨昏接到通知，新北义消分队有8个人去秀林乡河仁海边做救援吊竿的训练。其中一个队员无细字摔落来，致使伊正脚断去变形，倒脚是微无感觉。因为现场的地势是真夹、真歹行，加上受到马华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海边的风影伤大，尾也是用直升机吊挂救援，甲人送病院治疗。受到马华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花东的海边昨昏开始出现大涌。伫花莲有3个学生。昨昏去新城嘉湾的海边耍水，一个姓张的查甫学生去互大涌加落海底，让一个姓李的学生是落水底要去甲救，2个人就伫咧海顶浮咧沉咧。海巡艇甲姓张的学生救起来，到下晡3点外有找到姓李的学生，不过是已经无喘气、无心跳，现场是有赶紧送病院急救。花莲新城嘉湾28中道发生2个囡仔互海涌卷去。其中姓周的学生捌伫咧海面顶浮浮沉沉，消防甲海巡人员赶到现场救人，并且出动空勤直升机到山港救人。跟他们说就是不要太靠近啊，他们说没事没事这样，是没有看到他们掉下去，是那个小朋友跑上来说他们被卷下去。巡防艇伫咧嘉湾外海0.2海里的所在发现查某囡仔，用遥控式游泳裤去救援。甲步入去海底11岁姓周的查某囡仔救起来，状况正好，无性命危险。在嘉湾海域有2名同学失足落水，那海巡艇到达现场之后，成功将1名漂浮的同学成功救援。海巡艇甲空勤总队直升机继续找12岁姓李的查某囡仔。
下昼3點37，伫三站溪出海口找到4歲的查某囡仔，已經無喘氣心跳，頭殼有空水，用沙步車甲伊載到救護車頂做 CPR， 趕緊送國軍花蓮總病院急救。受到風颱外圍環流的影響，東台灣的海邊已經有大響，蘇澳沿海應有3-4公尺懸，海上正無穩定，民眾要特別注意。記者綜合報道。各位鄉親，咱做伙來關心天氣。今仔日是天氣還算穩定，不過風颱即馬愈來愈活，下暝開始可能會開始透風落雨。咱做伙來看風颱動態。中度風颱馬娃目前是佇咧高原片東南東方730公里海面，以1點鐘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的方向咧行。氣象局按算上緊下暝到明仔載透早會發布海上風颱警報。目前花蓮、台東、蘭嶼高原片攏已經觀測到2米至5米懸的大鷹，提醒民眾唔通去海邊啊。另外，受到風颱外圍環流甲沉降影響，今仔日是新竹、苗栗、台南、高雄攏是高溫溫色的燈號，若較寬闊的地區會有9級至10級的強陣風，民眾都要注意。馬娃風颱掃過關島，造成100多個台灣的旅客要調期喺當地袂當轉來。目前馬娃是已經減弱做中度風颱，可能今仔日下暝到明仔載透早會發布海上警報。按算北部、東部拜日開始會有風雨。真濟漁民甲農民攏趕緊佇咧做準備。房間的壁旁一直有水滲入來，民眾趕緊摕囡仔來揳水凍水。強風大水雨，予飯店內底飲水，一寡民眾大包細包四界耍，敢來當民眾休困。這是馬娃風颱日時登陸美國關島了後，當地飯店的情形。因為風雨真大，當地停電停水，也閣有100外台灣旅客點佇遐。雖然馬娃風颱也未到台灣，28早起天氣也正好天燒熱，不過台東沿海地區已經出現長影，有一寡所在影懸3至6米懸，閣達到大影的等級。不少漁民佇透早就趕緊轉來港口下漁貨，固定船隻。若是台東往回列島的船班佇中島停航前，船公司陸續疏散遊客。原本是下午2點半，很像在坐那個雲霄飛車。台東也高浪環島外圍環流會帶來強風大水雨，影響水果的採收，所以先做準備。比如若風颱來哦，吹落人落了，完全攏無效，這完全攏無效。氣象局預測上緊會伫29下晡發布海上風颱警報。我們預估整個海警可能發布的時間會比較落在明天的下半天之後了。在週2到週4的時候，它整個外圍環流帶比較偏北東北風的影響之下，於是整體來說，降雨幾率最高，其實就在北台灣跟東半部地區。北側那個太平洋高壓的強度還是蠻強的，它有稍微略往西偏。它在我們東部外海海域附近的時間，相對也會拉得比較長。馬娃風颱佇下晡減弱做中度風颱，雖然目前因為高壓加風颱外圍的沉降氣流影響，各地好天燒熱，不過拜日了後，水汽會影響宜蘭花蓮加大台北這些所在，可能會落雨。若是甚至會發布陸上風颱警報，都愛看風颱路線才會當知影。記者綜合報道。咱繼續來關心，有民眾佇咧台中的大賣場發現講，有為泰國進口的雞卵生菇。衛生局去賣場調查了後，佫查去甲頂手的公司，是佇咧桃園的一間農產品的公司，現場佫查到200多盒已經生菇的泰國雞卵，而且業者甚至甲卵殼卡掉了後，規桶的卵汁佫甲摕去賣。桃園市衛生局即嘛是已經甲業者罰15萬。台中市衛生局人員20到市區一間大型的賣場稽查，因為民眾佇貨架頂邊發現幾盒已經生菇的泰國進口的雞卵。台中市衛生局趕緊要求這批雞卵全數愛回收，因為這兩品的上游廠商日軍農產品公司位佇桃園市，也轉通報桃園市衛生局。桃園市衛生局去查翕的時陣，發現該公司竟然將這生菇的雞卵擱再製作提出來賣。發現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餘，沒有主動通報衛生局，又將變質腐敗之產品再製販售，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7條及第15條的規定，衛生局將處以重罰15萬元。
日军农产品公司讲，5月12对泰国进口冷藏的鸡卵总共903箱，因为气候温差的变化，造成这个鸡卵的品质无正常。对日日开始回收生菇的鸡卵，也毋过这个回收的鸡卵，伊阁被加工食做两接。统市卫生局讲，因为日军公司分不清楚本地的两接甲国产的两接，所以讲需要专注来回收。农委会讲，国产鸡卵产量以外有不足，也需要进口鸡卵来补充，已经要求相关的业者加强生产作业流程的管理，确保食品的安全。我们目前还是依照市场的一个供需的一个状况，那机动性的从国外的一个不同的来源输入鸡蛋，交由国内相关的洗选厂来洗选供应。那目前整个的一个这几个月的进口的数量，大概都是超过8000万粒以上。农委会特务处讲，专案进口的鸡卵来自国内国家，部分进口鸡卵的进入国内鸡卵的仓库，看市场供需来调整。等到国内鸡卵的产能恢复，就会以国产的鸡卵为主，会兼顾消费者甲农民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有恶心的人为着要卖毒品，甲毒品的包装设计做无共造型，要来共城共骗。士林分局联合彰化分局等等几个单位。伫5月中，伫彰化掠到卖毒品的集团3个成员，因甲毒品咖啡包的图样设计做赛车教父廖老大的 logo， 要来请人客。但即马是全部拢互撞到，以上发办。赛车教父廖老大，也有超豪华汽车迈巴赫的 logo， 拢变做毒咖啡包的出头甲图样。卖毒集团甲这个歹脑筋用伫个汽车，因伫交友软体顶悬，佮讲台票外币拢会使买，希望通吸引人客来购买。不过这个做法早就互士林分局警方伫注意。他将那个咖啡包的包装设计成那个赛车教父廖老大跟那个宾士车最高等级这个迈巴赫，来吸引这些年轻人，包括在地的这些适用的这些青少年。卖毒集团为了闪过对查，交易的地点一直变，对买主的身份嘛严格过滤，方法真干巧搁谨慎。警方掌握到诈骗集团的行踪了后，5月中联合真侪单位，伫彰化市甲想要放入趁机会走去的越南籍姓黄的摇头，也甲89年厝姓姚甲姓林送货拢掠到。我去尿尿，来了，尿什么尿？跟那个送货的小弟来做交易时，在他的车上发现这个查获毒品咖啡包有500包，大概有1800多公克。警方当时有查到毒品、K 他命咖啡包500包，也有手机这些证物。专案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休热得要到啊，青少年唔通因为好奇去目钓，自毁前途。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来看联合报。新北市树林一个55岁姓王的查甫人，伊一个人照顾长期吊床82岁老母，昨暉后发现母仔囝拢已经死亡，尸体嘛已经烂去。根据警方的调查，这个伙仔无列伫咧关怀家庭，嘛无对外求助，或者是妇幼的案件等等相关报案记录。这个查甫人哪像是想袂开行底路，因那老母是破病过往，因那死亡的时间点也有原因，也要等检警来厘清。咱来看自由时报，目前咱国符合中介收集户的人有58万5000多人，不过民团估算是有220万人是伫咧边缘户。这些人因为无符合中介收集的标准，去互社福政策排除在外。内政部长林佑昌呼吁，应该爱甲因包括在内。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卫生指挥中心伫咧5月初1已经改变。医疗院所原底用简讯通报，即嘛已经改转去是纸本作业。不过，即嘛本土疫情阁压起来，每天有2万多人确诊，业务量是直头增加，变作疫情进前的2倍。即嘛包括大等等的医学中心感染管控师，因为补班工课量大增加，是出现不少想要死一个人。昨暉透早4点外，伫咧垦丁国家公园，有一个查甫人，哪像是食酒，搁骑奥多摆去弄到一只梅花鹿，结果这个人甲鹿仔是拢死亡。分管处讲，民众若是甲梅花鹿相弄，是会当申请理赔。不过，这个查甫人哪像是有食酒，而且搁无牌骑奥多摆，恐惊是袂当讨赔偿。
救护车来到现场，甲梅花鹿小龙这查甫人已经昏迷，紧急送医也是无救。这事故发生伫垦丁国家公园内底，20岁这骑车查甫人礼拜透早4点外，救人员要去垦丁街路上找朋友，徛伫路的弄到熊熊冲线的梅花鹿。大好当时真少有人车经过，事发1点钟才发现，结果这骑车查甫人甲梅花鹿拢不幸死亡。对骑士施以抽血检测，酒测值为0.57。有酒驾行为，初步判断为骑士未注意车前状况而酿成事故。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讲，国家公园内底若甲梅花鹿小龙会准备好相关资料，向垦管处申请公共意外责任险的理赔，每人身体伤亡上悬600万块，财务损失500万块。本处有提供公共意外责任险，请民众备齐相关事证，可交由本处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垦管处也伫当地靠梅花鹿出现的所在设立警示牌，也提醒民众伫暗时透早，较有梅花鹿出现，一定要减速，豆豆骑，慢慢开。不过，这摆车祸骑车人敢若技术无证照，伊个啉酒骑车，因为酒测带超过标准，恐惊无度申请保险的赔偿。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姓王骑奥多巴的人，伊昨昏骑车经过新北市中和，伊的机车因为非法改装去用处罚。伊签罚单的画面，去互民众翕落来抛上网，甚至佫喊讲，这个红单有甲18张遐尔济。不过警方伫事后解释讲，敢若是开4张尔，因为是一式3连单，所以看了较济。不过要是提醒民众，车是唔通乌白改装，亲像甲目镜领拆掉、甲眼镜改掉，这拢是违法的。刚刚已经跑过警察队啊，我警察不会这样开啦。这太夸张了啦！靠伫个机车顶悬，查甫人手无停过，罚张长落落为车身一路到涂骹，签名签甲手真酸。有民众看到讲真喊过，签了至少有半点钟，网络佫传出罚单加起来有18张这么多。有一台满草的机车嘛，就是被警察拦停下来。拦停下来之后，我们就看到是说。警察开了很长一串的红单，好像签了快半小时。开单时是合法的嘛，但是你好像有点过度执法了啦，怎么可以开到20-30张那种感觉？画面一出来，马上引起大家讨论。代志都发生伫新北市中和，2日暗时6点外。21岁姓王的技师经过成功路，机车无后视镜被砸落来，环境出地佫发现无设防烫挂，引进进气改装甲变更车身的缩水，真侪违规改装。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其实是开4张罚单。王姓男子表示，该车为有人所有，另行将举发通知单邮寄送达车主。因为改装被罚1捆头，接4张的红单，不过也真少看到，相当是罚15000，不过只有4张，哪会这么长呢？警方解释，寄发通知单一份有3张，分别由分局监理单位甲违规者留咧。常常看到的改装处地，亲像车顶排气系统甲档案传动拢被点名，唔通为了捡别人的眼光，凊彩非法改车。因为罚单是累进的，违规是一项开1张，不只是害钱，也影响用路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上新的消息，咱来看土耳其的大选。土耳其现任的总统埃尔多安宣布伊选赢，会进入第3任期。也那最高选举委员会开票的作业已经完成99%，嘛证实埃尔多安已摕到54%支持的选票，已经当选。土耳其的车路顶拢是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听到胜选的消息，大家拢出门庆祝，将在所在塞车。Mutluyuz, ortam belli, atmosfer belli, süper yani. 埃尔多安以过半的支持率赢到第3个总统任期，也是土耳其第1位以特选先后担任总理加总统的政治人物。这边选调，伊的任期将一直到2028年。Öyle bir kazanacağız ki kimse kaybetmeyecek demiştik. Öyleyse bugün kazanan sadece Türkiye'dir. 伊若得到6党反对联名支持的共和人民党总统候选人吉里达乌鲁选书，伊讲虽然有真侪压力，不过咱正明确知影人民想要改变专制统治。Bilin ki benim asıl üzüntü sebebim ülkeyi bekleyen çok daha büyük sıkıntılardır. O sıkıntıların karşısında da ilk olarak
bizlerin duracağını bilmenizi isterim. 今年69岁埃尔多安成功连任，其实和反对者正意外，尤其伊的政府伫今年2月造成5万多人死亡的大地震救灾处理的动作，互人批评相慢。迄当阵就有人讲，人民将会用选票改挺翻，尤其个拄到通膨危机，反对派也认为将机会改救来。不过伫咧5月14第一轮投票，包括议会选举，伊的正义发展党伫咧东灾区11个省内面的10个省拢选赢，也个帮助民友摕到国会多数席次。不过这边选举是土耳其有史以来第一遍需要建立第2轮投票的选举，被认为是对土耳其影响上大的选举之一。不过伫俄乌战争爆发了后，土耳其造成乌海粮食出口，对瑞典、芬兰家己北约掌握到关键的决定，也甲中国甲俄罗斯拢保持良好的关系。埃尔多安重新规划国政、经济、安全甲外交，甲8500万人口的土耳其定位成为地区的强权。这边个选赢，更加强化伊未输的历史形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咱继续来看美国内部的问题，条约是一直拢超袂平。就是暗示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甲总统拜登总算头一届达成协议，会当提悬债务的限制2年。若准国会通过这摆协议，就会当避免美国政府债务违约。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27开记者会，宣告美国债务上限的危机总算有暂时性的初步协议。I just got off the phone with the president. I talked to him twice today, and after weeks of negotiations, we have come to an agreement in principle. We still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but I believe this is an agreement in principle that's worth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美国目前国家的债务31.40亿美金。美国财政部伫咧2日宣布，将债务违约的期限自6月初1延到初5。进前，美国总统拜登坚持国会应该无条件提悬债务上限，伊指控共和党挟持着全球的经济，就机会要求大幅度减少政府的支出。因若共和党是担心美国的国家债务一直增加，这个月双方开始协商，不过因为救贫政策意见无同，一直紧调的。这么双方达成协议，将会提悬债务上限2年。这2年来就会减少包括要求领政府补助的民众爱找头路等部分非军事的政府支出。It has historic reductions in spending, consequential reforms that will lift people out of poverty into the workforce, rein in government overreach. There are no new taxes, no new government programs. 麦卡锡讲会赶在当地时间27号完成起草法案，加白宫确认，并且伫28再一遍甲总统对话，同时公布法案的内容。赶30日伫咧国会进行投票。因若拜登也伫咧推特发文证实这项协议，讲协议代表一种妥协。也代表唔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因想要伫的，这就是执政党的责任。也希望国会到时会当赶紧通过法案，避免发生债务违约。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日本自卫队27进行上大规模的实弹演习，要来加强离岛的联合防卫。学者分析，日本这几年对提防罗西亚本岛保卫，转变做是注重西南离岛的封锁。也就是要来应应中国的威胁。战车进行火力射击，摧毁模拟目标。日本陆上自卫队27伫前公关东富士演习场进行日本国内规模上大的实弹射击训练，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内容设定做防卫离岛，除了提升陆上战斗能力，无人机嘛加入作战。UAV 中域を通称スキャンイーグルが広場に侵入してきました。邵友英无人机为空中收集情报，实时飞团画面，协助分析战场的状况。AH-1S 目镜蛇攻击直升机是用20mm 机炮摧毁地面的目标。这个演习，那海上甲航空自卫队有参加，互人叫做日本版海军陆战队的水陆机动团完后加入，进行跨军种联合作战，拢总消磨差不多57吨的弹药，相当是2.4亿新台票。学者分析，日本最近对俄罗斯的本岛防卫渐渐转变做西南国岛的离岛保卫，伊的目标就是要防止强军。这次他的演习的目的就是对于离岛防卫，那其实他重心放在西南诸岛的话，那本身就已经是把目标放在对中国的航空军的威胁所做的回应了。学者表示，日本自卫队当地规划用无人机代替大部分有人直升机，而且为了配合美方防止中国，也针对12式反舰飞弹加长射程，目标达
到1500公里，希望会当防止强南进入西太平洋。不过国防部公布，27至2824点钟内，拢总有查到强机8台、强南11只伫台海周边活动，强军对台持续施加军事压力。记者综合报道。第一学上，下性别的族群会当透过食荷尔蒙等等的方式来医护心理健康，也有帮助自我的性别认同。不过，即马瑞典就烦恼讲，这药啊或者是手术，可能会有一寡副作用，或者是对青少年的身心状况有无好的影响。所以，瑞典是已经禁止青少年进行部分性别的治疗。不过，下性别的团体就认为讲，用全面禁止的方式。其实，这青少年更加需要的是充分的医疗管道，也有合格的专业人员。北欧的国家瑞典是推动 LGBTQ 权益带头的国家之一，唔但接纳多元性别认同，也准跨性别族群做无同程度的治疗。不过，伫去年12月，瑞典政府通过一项新规定，禁止18岁以下未成年人进行年房组织切除手术，也有荷尔蒙治疗。瑞典国家健康福利委员会讲，即马也无法度知影长期使用荷尔蒙药物会有甚物影响。有一部纪录片就讲，一位跨性别的青少年伫咧使用青春期阻断剂减慢第二性征的发育，早期得到骨质疏松症。A lot of research does show that around 70–80% of this group who identify as the opposite gender when they grow up will, after puberty, re-identify in their born gender. 政府的资料也显示，自1998年到2021年之间，瑞典1000万人口内面，差不多8900人有性别认同的障碍。跟那2021年就增加822个案，其中上多是13到17岁青少年。以下研究也发现，真侪性别认同障碍患者，同时也有注意力无够过动症、食物件的障碍，或者是自闭症。伫瑞典真有名的卡罗林斯卡大学边有注意到这种情形，所以伫咧2021年就制定更加严格的荷尔蒙治疗标准。We know that untreated gender dysphoria, in the worst case, can lead to suicide. If for some individuals you might need time to think about whether you want some form of gender affirming care or not, that is time that obviously should be given to you. 不过，跨性别族群是对这项新规定感到担心，因认为跨性别人口数量增加，是因为社会变得更加开放，所以政府无应该夺走跨性别青少年的选择权。公司新闻牛岸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为着要表达对台湾坚定的支持，德州州议会顶日通过决议，支持台美签署双边贸易协定，让台湾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等等的国际组织。在议员阶段甲薛曼的鼓舞之下，议会嘛正式成立下党派友台连线。咱来关心乌克兰今仔日表示，罗西亚透暝出动59架无人机展开攻击，其中有58架去互乌克兰的防空部队拍落来。这无人机主要是针对首都基辅发动攻击。乌克兰表示，这届是自开战以来上大规模无人机的攻击。再来，咱来看中国领导人以10年为执政周期的这个惯例，去互习近平敲破，开始伊第3任期，而且伫党内安插伊的新法。不过到今却是一直拢无公开伊的接班人。根据外国媒体报道，这种背书清调的秘密立接班人的制度，恐惊是有一天会造成政变。台大政治系邀请3个党的总统参选人甲学生来做伙对话。民众党高文哲就强调讲，爱先互国内政党和解，才会当互两岸和平。那民进党热情就是讲，投资少年人就是投资国家的未来。两个人是拢真积极伫咧揪少年辈选票。那国民党校友谊集会的行程是拜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要来争取党内支持，所以是无去参加。亚太青年协会台湾大学政治学会举办校园总统马拉松，邀请3党总统参选人甲青年对谈。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确定出席，不过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因为有既定行程无法度出席，所以特别录一段影片回息咧。要甲大哥讲一声歹势，因为先前我已经排定出席一场南部的活动，所以即马用影片的方式，适合大家见一个面。
我一定会再找到时间，其实来跟各位同学面对面。侯友宜拜六落南去高雄透早拜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进行早餐会。王金平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看侯友宜有啥物需要，拢会提供参考。侯友宜表示，这届选举将引导，感谢王金平的斗相共，嘛谈论到两番议题。郭文铁指出，台湾自主是底线，强调国家治理，要求台湾社会和谐，爱先做到政党和解，才有机会两岸和平。赖清德强调，古今中外少年人的理想就是国家前进的动力，台湾嘛同款。马英九去访中，蔡英文去访美，只证明我们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所以联合政府团结台湾的人啊，我们希望国内的社会和谐的啊，也要先做到政党和解。年轻人对民进党批判的力道，也是民进党检讨改进进步的动力了。投资年轻人，等于是投资台湾的未来。赖清德、郭文铁前进校园抢攻青年票，侯友宜是持续寻求党内团结支持，拿力被总统参选人积极备战2024的总统大选。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选罢法修法，新增加规定有犯乌金抢夺的人袂当参选。不过，这个消息一日出来，嘛影响真侪参选人本来要参选，即马计划规拢白去啊。民众党郭文德就批评讲，这是无爱互改革自身的机会，甚至佫讲，规气甲犯小罪，都拢欠决就好啊。也人原底国民党提名要选婚姻立委的林文水，嘛是因为即届排污条款袂当参选。也人婚姻院长张立先讲，伫6月底进前会确定要换什么人来参选。选罢法修法前列排污条款，伫立法院3读通过，验过煞引起争议。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立委讲，伊无赞成这款选罢法的修法，佮讲以后犯小罪就归去清算。他只要犯过这种罪，你就把他从此他让在这个社会隔绝。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社会还需要设更生人协会吗？干脆只要犯一个小罪，全部把他枪毙就好了。作家柯林伫咧 FB 讲，修选罢法就是作秀骗选票。伊提出6点的分析，讲有某一寡前科就被禁止参选，违背鼓励经成人自身的精神。另外，司法亦未判刑确定就禁止参选，讲是若判无罪要怎处理？不但影响更生人，更对于法官已经宣判免刑以及缓刑的相关人等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些意见呢，我们也都在委员会里面呢都有讨论过了。那到最后是民进党一致投票嘛，那这个不就是集体承担，然后来接受社会的检验了。本来和国民党提名参选婚姻区域立委的林文水，怎么无法度选？婚姻院长张立贤讲，6月底进前会确定谁再选。我们也尽速的再针对这个海区立委能够推出更好的人选也现在在这征询了也若屏东现任的无党籍立委苏振清也受影响，无法度竞选连任。排污条款拍乱部分立委的参选计划，地方选战的布局会出现什么款的变化，也怪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基隆海洋大学附中标出毕业纪念册封面顶悬印中国5车旗的这个争议，学校是赶紧出来回释的，讲是厂商伫咧找图做封面的时阵死甲插去，伊嘛赶紧甲这纪念册全部回收定做，希望赶伫咧毕业典礼进前会当发予学生。特别进入毕业季，一寡学校拢会替学生囡仔制作毕业纪念册，要留青春的回忆。结果，基隆国立海大附中的毕业纪念册出来了后，学生囡仔发现画面有淡薄仔奇怪。它上面就是有5星旗，然后还有一个星星，类似中国的徽章吧。我们然后就觉得太夸张了吧？我们在台湾读书，又不是在中国读书，花1000块买那个，然后你出这个锤，不是很应该啊？是蛮扯的啊，因为在我们台湾的地方居然出现中国国旗，不可原谅是还好，但是就是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毕业纪念册封面雄雄看是汉有主题，正符合学校的风格。啊，毋过船顶挂5000旗，中原嘛底有5000符号的模啊，不少学生是即期哪会出现这种错误？而且6月7日就要办毕业典礼，烦恼无法度即时摕到这本青春的回忆。呈现给学生看的一些图像的时候，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发现了当天，其实我们就请学生收回来，马上来学校召开后面的一些补救的措施。很抱歉呐，确实就是学校在督导这个区块，确实就是有一些不周的地方。
学校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差不多300人，各位毕业纪念册的人有250个左右。学校发现都有问题，随回收搁回失的。学校的毕业纪念册那放校徽会比较妥适一点。学校方面说明讲，厂商设计方面直接为图库掠素材，无特别注意到这个细节。后续会对相关人员的审查疏失进行处分，也会拍拼赶伫毕业典礼进前，把新的毕业纪念册印好，发予毕业生留念。记者综合报道。其他社会事，咱做伙来关心。伫高雄有民众报案，伊讲伊的车去互脚踏车弄着，对方说是随着选去。即马警方嘛有调出迄当阵事故的画面，却因为脚踏车毋是有动力的交通工具，所以无算犯刑法弄着人逃走的规定。干来当照骑车乌白转弯，该罚300块至1200块。青顶道小客车直行，边仔骑脚踏车的负责人煞雄雄倒弯，弄到小客车的正边。负责人骑了后，直接骑走。小客车驾驶赶紧报警，调阅监视器了后，确认双方确实伫小港区康体新路甲高雄路遇到。驾驶这个负责人肇事逃走，不过警方无法度照涉嫌肇事逃走甲送办。本所依规定受理，并调阅路口监视器，了解案发经过。并联系脚踏车驾驶人。原来刑法内底规定，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使人伤害逃走者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过负责人骑的是脚踏车、小乌慢车，不是动力交通工具，无肇事逃走的问题。敢来当以交通事故、车损案来处理，甲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当中，脚踏车无照规定转弯，罚负责人300至1200。不太合理。对，也是要那个啊赔偿啊，造成人家的那个啊受伤还是什么？态度问题吧，或许自行车造成的伤害会比较小，但是就是一个态度问题。脚踏车甲人压着离开，无算肇事逃走，真侪民众无了解，拢认为应该爱留伫现场。警方嘛提醒民众，发生交通事故，无论车损是毋是严重，还是谁的责任较大，拢应该报案了后，交由警方来处理，避免争议。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同款是交通的消息，除了车无让过路人的这个问题，即马优先行人道路的设计嘛开始受到重视。不过，台中市目前也是有500个的路口，花条线接人行道的所在，毋是去互变电箱砸着，就是去互树仔动力。过路人无法度顺利行伫咧人行道，都爱闪来闪去，因为这个情形嘛增加发生车祸风险。闪灯的路口虽然有个斑马线，不过一行到对面，煞唔知影要为倒行上人行道。台中市大理区这个路口，人行道顶悬规排变电箱挡着斑马线的动线，人行道也够落差，附近的民众感觉真正真危险。一些老人家他走这样都要经过那里，有时候那个阶梯嘛会跌倒啊。南区中兴大学附近的这个路口嘛有同款的问题。斑马线接到人行道的所在，嘛去有树丛，也有 U-Bike 的抢站挡掉的，行人也甲闪避，才会使通行。可能要再找一个对适合的位置，因为那边这样直接设的话，可能又有站牌跟树的话，会走到尽头会没有路这样子。台中市亲像安尼斑马线通行的动线去用挡掉的状况，也阁袂少。袂少民众认为，行人地价毋若是车辆要让不让的问题，嘛应该为优先行人的道路设计。安尼上源头的问题来解决。以往就已经开始启动相关的盘查计划了。那么我们在前瞻计划以及执行的计划之后，都会陆续持续在这方面就改善。我们在设计阶段的时候，也会有把这些无障碍的东西都纳入我们的那个设计元素里面。台中市政府表示，今年的道路设计拢已经甲斑马线动线无障碍设计，那入去规划考量。但是根据建设局的统计，台中市也有507位的行人道动线去用阻碍的问题，目前已经分阶段开始进行改善。会甲交通局以无共地区的状况来讨论是要调整斑马线的位置，也是移除阻碍物。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咱来看伫咧屏东的高丘，有一个长期关心偏向弱势族群的善导书院，伊毋但甲老人送饭菜，甲囡仔补习，嘛推动食农教育。即届因开放予民众来买菜的体验活动，要互大人甲囡仔透过实际去菜园仔内底的体验，来了解咱食的饭菜为种植的过程到饭菜到饭桌啊，是偌尔啊无简单的代志。
菜园内一粒一粒无处农药的高丽菜，大粒搁饱甜。亲子若同齐来买菜，4粒才卖你100块。这是屏东高树乡善导书院所举办的体验活动，让大人囡仔亲近大自然。那我们也规划一些叫亲子旅游的，那我也希望说透过我们的种植，让更多外地的人来这里带个小孩，我们都规定要亲子旅游来这里一起学习。除了办高丽菜，另外一边拄收成的旺来也当需要卡手，大人囡仔拢来斗甲旺来装箱分类。书院院长陈文静表示，今年旺来卖无价，订单减一半，所以书院嘛当咧研发旺来的加工品，希望甲在地农产销出去。我想鲜果是最好的，我们在研发加工品是希望说，将来真的是面临到更多的，包括我们或在地的一些小农，若是一些老农。他们的产品，我们可以来一起帮忙。希望今年的凤梨可以顺利采收，顺利卖出去。善导书院经营偏乡25栋，唔但照顾弱势，也传播甲自然共生的观念。透过亲子的活动，让大人囡仔知影农作对采收到变成产品的过程是偌尔也无简单。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六甲一个青年农民张相如，伊原底是一个物理治疗师。为着要照顾因老母，所以伊倒来故乡接厝内农场，而且伊透过网络行销、社群的经营，成功甲买回鹅拍入市场，而且嘛积极摕到外国包装的认证，即嘛已经成做全国第2个甲产品外销去澳洲的农民啊。花园内底的花有青色、白色、粉红色，花形敢若爱心，长长的花穗就亲像尾流，这是华语在讲的火荷花，台语就叫做买回鹅。台南的青农张相如本地是物理治疗师，为了要照顾妈妈，就转来故乡接触厝内的农场。经过6甲农会辅导，争取侪品种的买回鹅，佮改良包装，摕到认证，销往国外。当时回来是因为他妈妈有生了一场大病，为了要照顾他，然后顺便来弄家里的这一个火鹤的产业。那目前的话，就是已经把我们整个火鹤的部分，除了以日本为主的一个外销产业之外，它也已经打开了美国、泰国以及我们的那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澳洲的哦。因为买回鹅的观赏期长，未想经冷起，是台湾的10大外销花材之一。张相如毋但是全国高档的拍入澳洲市场的农民，伊阁经营社群媒体，结合网络行销，甲台湾的母子合作。增加品牌的知名度，我们就做了自己的礼盒，我们有跟无印良品合作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小店，就是一些甜点店啊，他们也会就是有看到这个商机，然后毕竟火鹤现在就是这几年来讲是属于比较时尚，然后比较夯一点的花卉，所以就慢慢有一些店也都会跟我们进一些少量的花。买回鹅的华语发音就亲像台语的火鹤，毋但要亲侪唱词，最近毕业季咧要到。有真侪人买买来送老师甲学生，农业局表示，台南的买回鹅品质是上顶，欢迎大家多多注文，用行动支持在地农民。记者综合报道。伫青条起的南电书院是南投市区的百年古迹，在地文书工作者潘桥，伊去年伫咧溪池乡做田野调查的时阵，发现讲，这个所在竟然嘛有另外一间南电书院的遗址。而且佫发现一支粮条内底有100年铁记录的记录，在地人知影这个消息是感觉真欢喜，而且嘛希望讲会当好好保留历史的文物，来带动在地观光。南投县溪池乡的东宫村一定有超过150栋的历史，这四界拢有故事。亲像庄头内的四大人，就见证这捌有一间拉电书院。民国48年的时阵，发生一场大水灾，甲书院冲歹去，好佳在所有的生存拢互人抢救出来。迄阵啊，书院也算大庙，阮规庄的人说15拢会去拜，拢用行的。真侪故事拢只存在地的基佬会记哩。不过有一位文书工作者潘基贤，伊真拍拼咧保存地方的文书记录。为着这个原因，伊走访书院几落摆，有一届就互伊发现到书院遗址的粮条中，竟然有真久正前的铁记录。我们根据这个现况来研判。
这个铁轨绝对是当初台湾第一条电车道的铁轨，没有错。这些都是当初日治时期日本人在日月潭做水力发电工程所遗留下来的遗迹。我想说，这个木屐兰的故事馆跟蓝田书院的遗址，对东光未来的运用是有相当的深度的。我希望我们的东光的未来能够是我们的很重要的景点，而且有100年的故事在我东光。东光村旧名木屐兰有久远的历史，社区发展协会嘛利用早期的建筑改做故事馆，而且为着要连接庄内其他的景点，嘛当咧甲政府申请报道，其他嘛欢迎所有的人到南投县溪池乡东光村来一场深度的旅游。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做伙来看，伫台南真出名的4大现社之一南管凤鸣社。因是已经休困72年啊，今嘛宣布要正式恢复运作。目前社员有老中青3代，拢总20个人，而且因嘛去参加采街，去附近的宫庙祭拜，庆祝重新起鼓。这日人伫庙埕演奏乐器唱歌头，这是南管音乐团凤鸣社，嘛是以早大庆街元和宫4大现社之一。因为旧团长去世，停72档，连太平歌嘛失去。为着要复社，王国清四界走总，加在各界斗3工，社团甲定起鼓。清朝时代是一个太平盛世，用歌连去遮个当唱歌。太平歌是安尼来的，整理内底的歌词，甲内底的歌谱试看卖来看，敢会当甲内底的歌，搁再厝来加即个内底音，内底的即个笑曲看温这物件，搁甲这搁找倒转来。去年8月，应招大家甲顶爱南馆搁找倒转来，其中凤鸣社社员尚玉芳提供上万新纪念馆来互因免费伫遮排练，社员拢总有20个，对老一辈甲少年拢有，望甲这文化代代相传。那伊迄声就大声，按个会互我感觉那像就平静的迄种感觉安尼。伊咱即卖时代，这乃是一个流行的代志咧，是一个足特别的代志，所以拢当然是要全力来支持。活动对上万新纪念馆出发，沿路采街去附近庙宇来敬神。元和宫主委讲，这个活动真有文化性。吸引到更较侪人，唔是传统顶头界咯。是安那，整个文化界，甚至规个社区的共同的这个反应。社长讲后摆不定期沿路采街唱曲，互府城人来欣赏，真正做到台湾本地复兴。记者陈武台南采访报道。中央大学一个大传系老师林建平，伊翕一个底版的电影，叫做《小黄花》。这出电影是已经摕到17个国际影展的大奖。导演讲，这个底片的故事是咧讲一对爸仔囝的故事。虽然电影内底对话无讲真济，不过希望会当用画面，互观众家己来感受电影内底想要传达的内容。小黄花是导演林建平的作品，目前已经摕到今年意大利威尼斯甲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和法国坎城第7艺术奖节最佳电影摄影奖等17个国际影展的大奖。电影内底讲的是爸仔囝之间的故事。导演头一摆公开讲，这是伊和因老爸的故事。主要是我跟我父亲的真实故事改编的哈。我爸种了丝瓜，然后我那小时候。我不知道蚂蚁其实它不会有害于丝瓜，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它是不好的东西，所以我用杀虫剂去喷死蚂蚁。他不知道说蚂蚁死了，丝瓜棚也都整个死掉了，所以我爸发现的时候就知道是我用的，就是打我就对了。导演表示，电影特别用4比3的比例来呈现，就是为着要把感情的冲突处理好更较明显。规个影片无上侪口碑，就是要互观众用声音和影像家己去感受。也那为什么要拍电影？导演是表示用这种方式，让世界看到台湾。我就会想说，我拍电影是为了什么？我们的电影可以除了台湾人看的之外，
世界各地可以看，也可以了解台湾的人土风情感这样子。除了已经摕到17个奖，世运会这出电影也有入选真侪国际奖项。也若这个底片拍摄的后一部是啥？导演表示会向长片发展，目前正在思考内容、规划剧本。伊也希望观众看到伊的作品了后，毋若是感动尔，阁会当有无同的思考。记者柯嘉轩、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体育。在美国，啦啦队一直是运动比赛内底真重要的一部分。这几年咱台湾嘛真流行，不过伫咧性别甲年岁区分却是搁较多元。NBA 金州勇士队有一团55岁以上的啦啦队，因每一届伫咧比赛中场的表演，拢拍拼甲因的勇士队大力加油，鼓舞队员的士气。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整齐舞蹈动作，每一个动作拢真到位。金州勇士队的夜幕经典舞蹈团，一出来中场休困的舞台，全场的观众的眼光拢很起引，情绪也被带到上观点。有时阵叫好的声音，大家连音乐声音拢用要听无。You can't believe what it's like. It's unbelievable. Just to be able to. They're happy, we're happy, everybody's happy. Sometimes they start cheering before we even get started and we can't hear the music. 2018年成立在旧金山湾区的夜幕经典舞蹈团，每年队员竞选活动，拢吸几百人参加，不过只有20多人应入选。参加条件无性别体态限制，唯一要求是爱满55岁。今年这篮球队入选的27个队员，年岁在55到77岁之间，有人已经退休，有人只是还无头路，亲像法官、律师、电脑绘图师、工程师、房地产中介等等。身份背景拢无同，唯一的共同点是勇士国度的一份子，甲对舞蹈表演的热爱。俗话讲，台顶1分钟，台下12公。夜幕经典舞蹈团每1分钟的表演，拢爱一直练习。一个球季差不多爱表演20到26场，每一个舞曲最少爱用12点钟以上的时间来练习。As they say, age is just a number. You can dance good. Anyone can join the team, and that's what's nice. 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23度，上悬32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风台愈来愈晚，大家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